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一只战车意外并车，早起蔡英文总统也望讲为国顺捷迄个中枢的亲人节哀。早起往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落南的时速村20外，高速公路局估计过道会阁接一群，一直到暗头啊。卫生福利部公告，对明年开始病人住院一摆就要支付的健保部分负担，钱额会对目前的3万9起来到4万1。观众朋友，咱先来看昨下晡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设置咧小金门烈士的防卫大队，一只战车咧当日的时说意外并车导火，致使一个军人不幸，还有一个受伤。早起蔡英文总统也望讲，为国顺捷这个中枢的亲人都要节哀，武术的条件国防部认定，也得尽量宽限，阁有赶紧查出事故的原因。国庆进前，国军发生遗憾的代志。金防部烈士守备大队一台 M41A3 战车，初8下晡当日的时阵意外并车导火，造成一死一伤。车长임凯强中士送医了不幸顺捷，驾驶刘宇宏下士手部轻伤，治疗了后无甚要紧。总统蔡文初9表示，希望顺捷车长的家属节哀，务必一定要从优抚恤啊，我们殉职的弟兄。对于这一件意外的翻覆事件呢，我们也请国防部务必要查明原因。对媒体提问 M41A3 战车服役已经60多年，发生这意外了后，是不是赶紧换老过战车？蔡总统回应，已经计划买上新型的战车。昨天有没有睡好？顺治圣林中士家属初9早起，伫军方人员陪伴之下，为高雄公山空军基地坐专机去金门处理后事。按算下晡会到烈士事发的地点交魂。根据军方资料，圣林的中士今年27岁，拄被士官106年班，明年4月就要退伍，却意外身亡，互家属团圆天伦万岁。这几年国军各式战车意外真多，上严重是2016年8月16日，陆军564旅一台 CM11型战车伫进行汉光32号有演的时阵，因履带卡掉咧，致使战车并车落入望济溪，造成4名官兵死亡。拍开02年事故，有战车熄火倒退旅弄车，炮管爆炸伤人，也落落河底，弄着官兵甲到过悍马车造成伤亡。另外，这摆M41A3 战车并车事故，好亲像是伫路行路段，车速伤过紧并车。国防部表示，已经成立专案小组，会配合检查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昨日半暝，新北市瑞芳唱片南遮的海边，有2个去钓鱼的民众，哪像是去互大雁加一个失足跌落海。但即阵消防甲空中勤务的单位，也拢有派巡防船含直升机赶紧咧敲找。中央气象局也发布，今仔日起连续3天有强风警报，专家嘛提醒即站民众着较减去东部、北部的海边佚佗咧。直升机伫天顶来回，海巡出动巡防艇，消防人员伫咧岸边巡，要找失踪的2位钓客。因为留伫咧岸边的钓钩冰箱拢也未开始用，有可能是伫咧找所在钓的时阵，互用更去。昨天半夜的时候，2名钓客来象鼻岩寻找那个钓点，不慎被海浪带走。消防人员讲，现场风影正大，长影来的时间阁无法度有笑。对游客甲钓客拢有危险性。虽然气象局发布初8、初10有强风警报，不过现场也是看到有人伫咧钓鱼。那长浪呢，就是类似，例如说像台风所引发的这种大的扰动，它可能是几十秒或者几分钟就来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大浪。所以要是遇到我们有这个长浪警报的时候，说真的，那个钓客朋友呢，真的要特别注意。气象专家讲，东部甲北部的海边风景较大，常常会出现小高景，所以民众去海边要特别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透暝2点外，卫生福利部屏东病院对5楼的病房开始导火，加在天棚泉水的系统即时运转，消防人员随赶到地，火势无摊开去。顶个2层楼住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计共36个，临急赶紧疏散。总是导火的原因，就要搁继续详细调查。
一排消防车停伫屏东病院外面，互路过民众放慢车速关心。到号透早2点外，卫福部屏东病院传出火警，福建大楼5楼传出乌烟，消防局出动分推车和水线抢救和排烟，协助病患和医护人员离开。屏东医院5楼起火燃烧，立即出一水线进行灌救，并且疏散员工及住户共计34人。起火点发生伫屏东病院福建大楼5楼的552病房，病房内面的消防自动喷水系统马上启动，无造成更加大的灾情。4楼的医护人员4个人，和病患28个人，以及6楼的医护人员2个人，病患2个人，拢紧急离开病房，到其他安全的区域。病房方面指出，5楼是拄整修好的病房，也无人员入去，好佳在无人伤亡。有一些，比如说床垫，那还有像是一些天花板风管，好有看到一些这火灾的一些痕迹啊，但是确实的原因还是需要等这个消防单位的鉴定报告。因为起火病房面层拢烧黑，初步怀疑是电线烧拍电。屏东病院下早也是正常运作。福建大楼5楼已经全面封锁，接受火警监视调查厘清原因。记者李秀兰、陈汉坤，屏东报道。关心交通来讲，早起到暗暝6点，往东部的5号高速公路路南的时速村20外。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估计讲，过道车顶坐满3个，才会当入交流道这项管制的时间若到，就会搁积一群，一直到暗头啊。另外，今年双十节的烟火要伫咧台南放，按算今日路南的车阵，也会到普通时啊1倍半的多。就算北台湾也是第638号，国道早起也是出现出去佚佗的车潮，尤其是国道5号早起无到6点，路南的路段时速仅20至30公里，一直到7点半过了后，塞车的路段才有较好。高公局预计，国道5号中道高雄站管制结束了后，也各有一波车潮。国五南向部分会拥塞至晚上的下午5点左右，而西部国道大约西部的北部地区南向拥塞大约至下午3、4点就会陆续疏解。根据高公局的观测，连假头一天的国道车流量比去年国庆连假头一天是减2成，预计车到国道规日的车流量会有155万车公里。六大较高塞车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南向油梅到新德系统、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北向圆山到大华系统；国道3号南向三元到关西、乌日到雾峰；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滨南等等的路段。若是今年国庆烟火伫咧台南举办，嘛吸引真侪民众参加，预计车到路南的交通量会是平常时的1.5倍。国三莺歌系统南向的部分会有拥塞情形，大概在晚上的4、5点开始，可能就会有陆续往车潮往那边移动的部分。那我们已经有列管牢加强那边的管控。若是省道的部分，苏花界伫透早5点左右，车流量开始有较侪一寡。警方早起就派真侪警力伫咧路口引导车流，目前整体时速拢也会当维持伫咧时速50公里左右。那目前车流回堵到军人公墓大概是3.5公里左右。那目前预估大概是午后车流才会舒缓。公路总局表示，车到国内各大风景区甲附近游乐区路段，预计也是有一寡塞车的状况。民众要出去佚佗进前，也是爱先查路况，才袂互掉伫咧车阵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医疗的消息来讲，卫生福利部公告讲，对明年开始，病人住院一摆就要支付的健保部分负担，扣上进磅的钱额，会对目前的3万9起来4万1。若规年度的总额会对6万5起来到6万9，这也是近来5档起上侪一摆，估计会去影响到14000几人。任何的医疗器材在使用在医疗上面，我们希望就是它能够达到安全。它能够达到适用，而且是一个普及化的东西，每个人都会享用到。不要它一上来啊，好贵好贵，然后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去使用，一般民众花费不起的话，就很痛苦。所以，如果一个好的东西，它确实是可以重复使用，确实可以消毒得很安全，确实在使用上它的效能是无虑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有机会、有开放的空间，可以考虑如何去好好的去管理它、应用它。医师针对病人住院部分负担，明年开始会增加。这站台也建议讲，有的医疗器材用过，乃当消毒好完全，经过卫生福利部有效管理，无定也通重复运用，就会当替患者省着开销。另外，卫生福利部也强调讲，即目要起的住院部分负担，重大伤病人士是无包含在内，未去受到牵连。
佮来讲，今仔日普遍民众是拢休假，不过台中市内30间卫生所也拢加班，服务公费给付来自流行性感冒预防针的民众。台中市卫生局也统计讲，到今每一日平均册有治疗的人数已经超过去年的2倍。尤其10月的休困日，卫生所为着应民众的利便，也拢会照常开放。忍耐一下哈，必须多喝水就好。交通资源顶一个，后一个民众就伫边仔听后，卫生所内底即马准备来处公费流感疫苗的民众，护理师无因甲手拢无停过。这几天也都是这样上班的。是，这几天都大概200-300支这样。今年长辈还蛮多的呢，因为今年长辈打的比较踊跃啦，跟以往比起来，就是一开始打就很多人这样。虽然是过今年假头一天，卫生所内底还是即马民众，工作人员无用伫疏导，一面嘛提醒注意的事项。公费流感疫苗施打以来，不少民众赶伫第一时间来做，除了准备来进入流感的高峰，受到疫情影响，人数嘛比以往更较侪。昨天本来以为昨天，他说昨天没有，所以我就今天来了。担心说人太多会打不到的情况，所以提早出门了。根据北区卫生所的统计，平常日来做的人数大约伫200人左右，其中人数上侪是65岁以上的族群，50岁以上、64岁以下，甲去年相比嘛成长袂少。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为头一天开始，平常时来做的人数就超过去年2倍的量。虽然今仔日是假期，全市30间的卫生所嘛来加班服务。中央配拨下来大概有31万，大概有40%的量。那陆陆续续，它再往后几个礼拜到货，我们马上就配到各个卫生所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今年采购737,400剂4价公费流感疫苗，台中市4天就施打了14.7万剂，甲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倍。你速度来2天的年假，民众若是要来做，会使来查询指定的医疗院所来进行相关服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昨深更南韩东南部的蔚山市一栋33层楼起的大楼，对12楼开始火烧，尤其风一日头经过较无2点钟，规栋大楼煞拢倒甲着，上无有88人因为烟雾砸着伤，拢送病院治疗了。大火火光甲半暝，照甲亲像白日。起火大楼两边一直有大火建材落落来。南韩的蔚山有33楼高的大楼，伫七八半暝11点外熊熊熄火，互住户惊到赶紧逃命。 우리 아들내미가 갑자기 불이 왔다 해가지고 보니까 진짜 뭐 저기서부터 불이 솟구쳤습니다. 바람이 너무 강세가지고 우리 뭐 소방관들 고생하시지만 아마 큰 불 잡기가 좀 쉽지 않은 모양이에요. 그래서 계속 지금 불 좀 타고 있는 상황이에요. 지금 현재까지 거의 한 3시간까지 타고 있는 상황이에요. 海联社报道，起火大楼是客家甲商业大楼，有33层楼高，地下室有2层。大火是为12楼开始脱烧，虽然消防人员赶紧赶到现场拍火，但阁受到强风影响，火势在短2点钟内底，真紧拖到规栋大楼，烧甲亲像一条火条。大楼的居民，有的人是下户走出来，有的人是互壁架往楼顶疏散。 그리고 피해 상황으로는 지금까지 현 인명 피해 단순 연기 흡입으로 88명이 병원으로 이송되었으며 인명 구조는 현재까지 77명이 되겠습니다. 伫消防人员拼命拍火了后，大火伫炭烧9点外钟了后，豆豆受到控制。不过当地有员一直有强风，到下到中昼为止，不时阁有火虎倒起来。嘛，互消防人员继续用直升机等拍火物质来阻止大火。若是熄火原因，当局表示该进一步调查。记者陈胜报道。 再来讲，美国的总统大选主办辩论的单位，考虑到川普总统才拄复原，本地安算要改用电脑镜头连线，互2个候选人唔免见面，就通举办第2摆的辩论会。不过川普总统讲，这伊无接纳，是讲伊这边所提议的后手这2场辩论时间，搁前1礼拜才办。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Joe Biden嘛讲，那这伊也唔接受。 I heard that the commission a little while ago changed the debate style. That's not acceptable to us. I beat him easily in the first debate. At the second debate, we have a never-Trumper as a host, but that's okay because I beat him in the second debate also. But I'm not going to do a virtual debate.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on a virtual debate. I'll be tested very soon, but I'm essentially very clean.
川普这边建议甲春的2场辩论延后，也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无同意。We don't know what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do. Change his mind every second. I think that if I'm going to follow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川普伫咧接受电视台电话访问时阵讲，未去参加15甲用远距离方式办的第2场辩论，讲家己已经无食实验性的药啊，也就是进前伊伫咧推特影片内面讲，甲伊治疗好势要紧急授权免费提供给人大人的药啊。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摕到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内部的资料，病院内面有34个人甲其他接触者感染。不过，其他接触者的确实人数甲身份也唔知影。ABC 进前所掌握的感染人数是24人，表示病院的疫情危机继续扩大。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推出上新的社论，谴责美国总统川普处理疫情失当，这种失败程度可能是无法度想。并且把催安疫苗的开发政治化，希望美国民众11月大选用选票可以下台，不过并无背书支持任何候选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警方宣布侦破一站极端保守派的组织，计划要掠密歇根这州民主党的查某州长，还有攻击州议会大楼的案件，掠到13个凶犯。因为进前，川普总统捌再三支持密歇根州内民众起来抗争，但险险受害的州长本人也讲，这款话就是鼓舞极端主义、仇恨思想的起因。美国联邦调查局甲密歇根州的警方伫吹积案点一间名体，掠到13位右的极端分子，就是查到因拍算伫咧总统大选进前。在民兵组织的成员绑架民主党籍的密歇根州州长惠特梅尔，攻击州议会大楼的阴谋。联邦调查局以恐怖主义等罪名起诉其中6个查甫人，若是定罪相关会当处终身监禁。另外，7位甲民兵团体金刚狼守护者相关的人，是被州政府起诉。惠特梅尔指控川普的言论对极右派极端分子有煽动的作用。Just last week,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tood befor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refused to condemn white supremacists and hate groups like these 2 Michigan militia groups.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he told them.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Hate groups heard the President's words not as a rebuke, but as a rallying cry. 民主党籍的惠特梅尔今年4月以行政命令推动居家封城防疫，鼓励便和保守派民众抗争。极右派武装抗议者甚至把总入去州议会大楼。川普把发出解放密歇根的推文，对因表达支持。这款嫌犯也已经密谋几多个月。在起诉书内面，并无讲因是毋是受到川普的启发，犯罪动机是毋是甲防疫封锁有关系。不过其中一位嫌犯讲，因要将给州长无执行、无受控制权力。另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是强调，总统的言论是影响力真大。But they can also breathe oxygen into those who are filled with hate and danger. And I just think it's got to stop. The president has to realize the words he utters matter. 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1个月，密歇根州是关键的摇摆州之一。目前民调依然是拜登领先。另外，川普也推文讲，伊无支持任何的极端暴力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当来关心国内政治，昨罗马教廷驻台湾的大使馆已经有转达教宗要对蔡英文总统祝贺双十节的言辞，外交部也表示感谢，佮强调讲咱和罗马教廷的邦交保持了真好。总是近来罗马教廷和中国的往来也有咧加温。顶日咧本地要探访教宗，迄个香港教区退休的主教陈日君也讲真烦恼。消息国庆伫要到啊，教廷驻台大使馆以外交节录转达教宗防止各地总统蔡英文的国庆贺词，而且希望台湾人民得到上帝丰富神圣的祝福。外交部表示诚心感谢，而且强调台湾的邦谊友好。毋过最近梵蒂冈甲中国的关系嘛一直变好。2018年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会伫咧10月底到期，教廷方面已经正式向北京递交续约的提议，虽然目前还未收到答复，毋过主教任命协议若是继续，一定会对台湾关系有冲击。如果说双边的关系一直友好下去，那主教任命的过程双方也很融洽的去合作的话，那我想
在未来绝对会 touch 到所谓双边建交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台湾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张福超分析校定最近真积极伫经营甲中国的关系，相信属又是一定爱做的。尤其是教宗方济各最近唔拿拒绝接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连天主教香港教区应休的主教陈志军亲身去校定嘛拢无去互接见，嘛引起外界讨论。伊团媒创办人李立英特别透过推特开直播，甲陈志军连线，两个人拢真欢乐香港的教导，伫未来某一天会分别去组织地下教会。李立英佮讲甲后港店来向教宗发声。Pope Francis, we need you. We need you to convey the voice of the Lord to us and cheer us up in this depressing world under the CCP suppression. Please wake up. The Chinese must be happy to have that agreement. Very good instrument in their hands to do everything they like. 陈志军嘛批评中国政府是把主教任命学期当作工具。天主教新闻社嘛看李立英的专访，伊表示中国唔是想要消灭神，是想要正做神。各国应该爱改变对中国的态度，避免中国甲自身的制度甲价值观硬逼全世界来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又搁飞入了咱国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空军公布放送了后，对方嘛搁回答讲，这是因固定例行的训练。前昨日到单解放军的飞机已经发生第2摆，对咱国空军的公布应声了。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坠，并侵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飞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例行训练，请不要干扰我正常行动。对10月初1到单，中国的解放军已经连续6摆侵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国防部是强调讲，对台湾海峡的情势拢有掌握，会运用联合情报监督侦查的作为，积极应变，确保国土的安全，万国民都要安心。再来讲，过去捌做过陆军总司令的退休将领陈廷宠，伫咧中国创办台商学校，当年都领教育部的补助，结果顶日来伊毋若公开讲伊是中国人，佮批评咱的军方无半点的战斗力。但陆委会已经表明无排除的要求伊退出学校的经营。教育部也讲会查明伊的作风，敢会影响办学的方向。本校创办人陈廷宠将军奔走两岸。努力促成台湾教育延伸至中国大陆，为着让台商的囡仔伫中国读册，嘛会当甲台湾的教育无浪芳。经历军总司令陈廷宠伫2001年创办华东台商学校，但是以9月29日公开言论却引发争议。我是中国人，是骄傲的象征。悲哀的是，中华民族也有不少败类。毋但对政府呛声，陈廷宠搁伫华东地区的时阵批评国军无战力，无法度阻挡中共解放军兼家己人的志气，引发外界质疑伊办学校的目的。陆委会嘛无排除请伊退出学校的经营。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检视其相关的作为是否扭曲，干扰了台校的正常教育。如果有违背了原先政府补助台校的目的，本会与教育部将要求其改善，不排除请其退出学校经营阶层，否则将停止政府相关补助。借其未改善或改善无效果者，得停止学校部分或全额之偿补助。经过了解，教育部对伫中国的台湾学校读册中华民国籍的学生，补助每一个人每学期17500块，因此伫108年2个学期对华东台商主女学校补助57785000块。对陈廷宠言论，教育部会甲陆委会厘清感受会影响伊办学校，而且嘛以状况限期改善，无会停止补助。目前伫中国的台商学校总共有3间，包括东莞台商子弟学校、上海台商主女学校，佮有陈廷宠创办的华东台商主女学校。记者综合报道。来讲108年新的课程纲要开始实施了后，过来高中高职的学生对1年开始就要建立学习过程的档案。不过月初后，高中生伫咧国家发展委员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望讲就要废除这款学习档案，3天内就达到5000人赴议的标准。
国发挥公共政策网络参加平台，甲108考讲相关的提案真济。这个月初，一位讲是高中生的人提案，希望废除高中学习历程档案，3天吸引5000人附议。到附议的标准，国教明干事长王立生讲，学习历程档案确实对高中的学习造成困扰。他们在高一之前呢，他们并没有一个自我探索培养，那所以说他们到了高中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彷徨。那他们到底要准备哪一个方面的这个学习历程档案？提案人认为，学习历程档案无帮助颠倒阻碍，学生无学到物件，嘛变做准倒算。伫讨论区有92篇赞成，27篇有其他想法。对提案，桃园大园高中的校长朱元龙认为，学生历程档案的用意甲目的被人误解，甲老师无去引导做真正的记录有关联。比如说，可能是老师是注重那个成果，所以要他们去上传的是成果。比如说，叫他们另外课程之外，另外去写一份报告来准备做上传。有些家长有一些迷思，就觉得说好像我们一定要多，然后大学专才会看重我们的多，或者我们要很认真，所以他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去做这一块。校长甲消费长讲，学习历程档案是个人申请备审资料之一，占总成就2成到3成。大学要看的实质，毋是量，毋免伤过超凡。但是为提案甲附议来看，宣导犹原无够，部分学校甲老师也未准备好。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关心国地头的消息，来讲20-30年前，咱的国民平均测，一人一年米会当食到70外公斤。不过2年前统计说剩45公斤的米尔。农委会是犹原一再咧积极推动食米，还有宣传米食的加工品。目前的消费量统计是有个略仔起色，加1-2公斤起来。来到台北摆摊，西螺农会唔但要推广在地生产的米，搁卖米的小胖甲、馒头。农会表示，当年大约1成左右的切仔摕来做加工品。农会会以比市价悬的价销甲农民客做，互因收入增加2-3成。比如讲，伊是一个市价一般咧900来讲，咱就可能才950这个做收购啊，所以农民无形中也增加收入。推广切仔搁较多元使用的，搁有为高雄来的糕饼业者。开发出用有机米做鸡卵糕，不过头家承认米的鸡卵糕价销比一般鸡卵糕悬，伫南部较歹卖，来台北销路较好，但嘛是为着理念，喙齿筋加落去。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推广有机啊，因为它对土地比较友善，不要说我们的下一代就看不到那些田野的风光。民众20-30年前，逐年切仔消费量阁有70几公斤，到前年大约仅剩45公斤。农委会这几年来拍拼来推广米食甲加工品，消费量才有小可来成长。这2-3年来，米食的消费已经有小量的回升哈，大概都在1-2公斤哈。为了提升民众食米量，农政单位拍拼来办活动推广，评选优良的切仔，上新推出米牛俱乐部，加奶送50块抵用券。农粮署表示，去年大约开2000万在推广。记者林志坚台北报道。再来讲，用手机就通现做、现开锁、现骑的电动奥多摆，但伫咧婚林嘛开始有色咯。头起先是先伫虎尾、斗六和斗南3乡镇服务，去到遐佚佗的旅客，若想要骑电动奥多摆，就跟老咧拍开手机APP 就做会行。初步成设103台，应人客的需要。尤其婚林嘛是6都以外，头一个有这款设施的县市。游客落高铁云林站后，来到高铁边仔的机车停放区，见到真侪电动机车，只要下载个小用手机来感应，就当马上共享使用。和真侪游客感觉真方便，就是因为外县市你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机车，就有时候坐那个，而且它又在附近的高铁站或是火车站的话，就是一下车就可以直接来签，蛮方便的。台北人的想法会觉得云林非常的宽广，那么交通很不方便。那如果有这种共享的机车，能够让我们外地人到这里来使用，我相信这个是云林给我们的很大的方便。为了要打造集团城市，文管府和电动机车业者合作，为今日开始正式启动电动车共享服务。目前服务的范围以斗六、虎尾、斗南3镇市为主，初期先规划103台电动机车共享服务。
因为我们的经费还是有限，所以说我们必须选择就是说，就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嘛，那就是说，交通就是景点方面，这当然这个也可以带动我们去推动我们的观光嘛。云林在这个整个电动机车的推广以及空气品质的努力上面有很大的显著。我举例来说，2018年的时候，整个电动机车的在云林的挂牌是10.4，那2019年就来到28点，其实是6都以外成长数字最漂亮。业者表示，高需要移动共享服务，目前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南开办，云林县是6都以外第一个岛日共享服务县市。至云林县环保局强调，目前初期一届是3年计划，会看推动的成果，再来做后续规划。记者云林报道。再来讲，经济部所成立的可汗紧急应变小组，宣布对下礼拜3 10月14开始，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的信号，会对目前代表提醒的青灯切落来变作黄灯，就是暗时的水压开始会减。顶礼拜新竹科学园区已经要求范围内的厂商主动加强省水5%了。这个可汗主要是因为今年是自1964年以来，台湾无拄到风台也无落大雨的关系。6月到9月水库集水区的降雨量，敢若历史平均达2成到6成，尤其桃园到嘉义水库的降雨量拢是历史新低。所以新竹科学园区已经自顶礼拜开始，就请厂商爱加强自动节约用水5%。我们在9月17号呢，其实已经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9月26号呢，又在函请请厂商加强那个节水的措施，尤其对用水量大户1000吨以上的厂商呢，要求他们每日要上网填报他们的用水量，同时呢，也呼吁前园区厂商呢停止不必要的浇灌、外墙清洗等等。水车业者也烦恼讲，万一水也是无够，水情继续紧张。到时若限水会影响人的生理。多少加减也会影响，因为洗车最需要的就是水这个东西没有水，当然后面的都没办法去进行了所以还是会影响，但是担心也多少。伫现主时，台湾中要水库水量是17冬来降期上低。气象局也讲，未来3个月雨水也无水，所以民众一定要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过去就要出国才欣赏会到的美景，当来到台南南投县一酒车通眼界到了。原来就是有业者对北美洲引进一款粉红色的竿网，近来开花期到4000外坪，遮尔宽粉红色的花海，确实也互行脚到的人客人拢赞叹俄罗斯。规大片粉红色的草，看过去若像咧仙境共款，就那咧做梦咧。由国外引进正伫咧南投这片粉黛乱枝草，是最近正青的观光景点。不少游客是专程来到这感受罗曼蒂克的气氛，甲道桥好势，朴素摆好，安怎翕安怎水。这里的草非常漂亮，粉红色的。之前是在其他国家，就是那个旅游网站有看过，但是台湾的话是第一次看到。然后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粉红色的那个草，就觉得很心动，很想要来这边看一看。像在韩国首尔等地有这种粉黛乱枝草的这个网红的景点那所以说我们也有想说是不是积极可以有个相关的引进。在韩国穿起来的粉黛乱枝草，这种草发起来就那亲像粉红色的竿网，因为疫情这阵民众无法度出国，不过即马伫咧南投这就会使看到咯。计共4200外坪的乱枝草，壮观又高又雅。不过因为这种食物真烂，无好照顾，大家翕相时就要较温柔咧，莫甲伊凹转去。希望说游客就不要擅自进入的，因为它一碰它就断了。我们会开很多的步道让游客去走，然后其实它可以借位。我们到时候会教导游客怎么拍。这个台湾唯一的粉黛乱枝草园区，10月70正式开放，花期干那到11月。现场有管制人数，所以民众若想要来看粉红色的花海，脚手就会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东部，台东县的鹿野高台是东部产地重要的一片范围，尤其是红乌龙上界出名。但地方当咧举办封地活动，一直到10月底，就是要让鹿野高台这的旅客会当甲祝福的心意放入去地红仔内。未来若搁拍开的时，通加添体会光阴流转，收藏起来的地香味当中，也会加出人生的气味。
鹿野高台生产的红乌龙，有乌龙甲红茶风味，是东部特色地休。啊，毋过伫高台热气球嘉年华的一调节下，大家好亲像拢袂记哩遮个有红乌龙。当地高台好协会伫10月份特别举办红茶活动，游客路过高台写祝福的字条啊，放入去茶甕内底，等待好时机才拍开。我把我们对于台东的好，跟一些愿望，跟这些大家都能够顺心平安的事情，把它封在这个茶馆里面。高台好协会表示，红茶是中国长条时期的文化，当时的文人伫年尾将无啉了的茶封起来，等待未来好时节才拍开，分享给亲戚朋友。协会透过安尼活动，重新包装行销台东鹿野高台好茶。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行销我们鹿野高台就是整个鹿野地区的茶叶，透过封茶仪式，那一个是分享一个是收藏。台东县种茶有200多公顷，鹿野乡是主要产地。当地地行政会安尼活动因刺激高台地区年底旅游小过人文旅游，互游客到地行买红乌龙茶放起来珍藏。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南投县集集的富山合作社是通县内唯一咧种绿地较笋的产销班。上届特别就是冬天时产量也拢无减，无论镇长也是代表主席，讲到因本庄的绿地较笋，拢是鼓舞讲甜搁脆。尤其这的种植，多数拢是交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伫咧北部嘛买会到，食会到。嘿，这有夹出来，所这里有一支笋啊，你食。农民若无用伫采收笋啊，那解说种绿地笋的方法，清明到达已经收到第3期，产量也是真好。佮加上集集的气候条件佮地热资源，真适合来种，种出来绿地笋品质真好，唔那甜佮真脆，受到大家的欢迎。好，那由于我们集集的地热的关系也好，所以我们的绿竹笋啊，特别的香甜啊，好吃啊。那就是凉拌煮汤，还有最特别的就是绿竹笋冰沙。集集的富山合作社是县内唯一以绿地笋为主的产销班，规年冬天拢会当生产绿地笋，成做台湾少数伫咧寒天会当继续出货产地之一。我们集集上青的这个南极笋南投集集的绿竹笋就叫南极笋。吃绿竹笋的好处它没有负担，没有高脂肪它那个纤维又高又好吃。伫咧农民的用心种植之下，绿地笋大部分拢送去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而且提供经验合格调味，互消费者来查，互民众食到更较安心。绿地笋唔但料理方便、健康佮养生，上店的滋味真适合热天来食。若是想要食甜佮脆绿地笋，会当趁机会来试看卖南投集集的绿地笋。记者综合报道。直接看完来看南投市德兴国校的游乐场，当已经落成了。上届特别的就是，这片校内新游乐场对外设计图投票，到甲争取到国民教育署补助，这拢是经过退休的校长和学校内底的老师甲学生做伙打拼出来。头月8个月的工程，如今嘛已经建设完成。囡仔兄、囡仔姐真欢喜咧耍游乐器材。原来因已经期待这天真久啊！南投市德兴国校啊，一直无家己的游乐场，今嘛总算是有了。学生囡仔嘛免下课时间，定定徛伫咧教室内底，通出来佚佗。这里没有游戏场的时候都空空的，可能大家下课时间，因为操场也很热，所以就都待在教室。现在有了游戏场之后，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荡秋千。我感觉很开心，我希望以后会有跷跷板，很棒，因为每一集下课都可以玩。以后我下课我最期待玩沙子。这个游乐场上特别所在就是参与式规划，老师带学生甲游乐场的拿图画出来。这寡游乐设施拢是学生投票选出来，也伫退休校长和全校师生的拍拼之下，争取到国教署的补助。经过8个月的时间，已经完工了。跟一般的游戏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必须是参与式的规划，我们老师、学生一起来规划，从运思到创造，然后到计划的撰写，到简报的一个核定呢，大概前后有8个月的时间，引导孩子们呢想象他们愿望，那未来慢慢的呢，看有没有机会呢再扩充更多的游戏的场域。感谢碧霞校长还有建筑师帮我们规划建设
设了这么好的游戏场，那开启了之后，小朋友非常乐意，非常喜欢。下课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游戏场。看到学生囡仔参加这心色，校长表示，希望未来有机会增加更较侪游乐设备，丰富学生下课的游戏场所。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看完来看台中。当年旧历8月初2是台中沙鹿的平埔帕普拉族的过年，散开伫咧各地方，帕普拉的族人拢会倒转去庄头团圆祭祖。这个平埔族的后人嘛，望讲未来会当成立展览的故事馆，把家己本族传统的文化尽量搁传落去。一群人手牵手围做一个在唱歌跳舞，看起来亲像直接看得到的高山原住民祭典仪式。不过，斟酌甲看，因穿的衫甲舞步是无相同。其实，因是台中沙鹿的平埔族帕普拉族。对时代的改变，帕普拉族的族人渐渐已经分散伫各地，打拼家己的生活。不过，因无忘记哩家己的故乡。当年旧历的8月初2是帕普拉族的过年庆典，族人伫即天拢会回去聚落团圆，嘛穿咸猪肉、青鱼仔等等的生礼祭拜祖灵，感谢因规年的保庇。8月初2拢会回来拜。大家真诚心，拢会甲人拜拜，真好咧。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都拜生猪肉、生鱼，还有那个本丸，希望我们的祖公祖妈，保庇咱家的族亲啊，大家平安。台湾有侪种族甲多元的文化，有真侪拢是课本内底无教过的。即马少年这辈，就算知影家己的根伫倒，嘛无一定了解过去的历史。亲像帕布拉族的少年族人，虽然自细汉就对是大人回来祭拜。但是嘛，到这几年才开始了解帕普拉族的过去。阿嬷每年都要来，那我也每年都跟着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最近沙鹿社文化促进会越办越好，越办越好以后，然后再加上自己开始会去想，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有族亲的推广，族人慢慢啊把失去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唔那安尼，伊嘛成立故事馆，甲自17世纪以来历史文物收集起来，希望会当透过故事馆甲祭拜活动，甲因特有的文化甲传统保存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台湾话内底所讲的说文、四呐和天高咧，即寡话，事实拢是外来语，咱敢知？今年81岁李南雄老师用60年的时间费心情，甲台语中间的外来语拢捡起来，记载迄内底演变和流传的过程，但已经出版做新册《台湾的外来语》。原来这撇啊是对印尼话来，印尼话吼，甲即个迄个。日本的共款，一定要有一子音到母音，子音到母音安尼吼，所以 plate 吼，后壁无物件伊袂晓读啊，所以读做 plate。对台语这字撇啊讲起，李南雄老师费心神找出思虑的源头。伊讲伫清朝一本号做《陈金谱》的册内底，专门收含集会相关的词，就有撇一字，可见撇早就伫咧南洋和别南地区流传啊。三餐五味。4撇一碗汤，一撇哦，无法度写，拢有诶，拢写做九字旁、十字旁，就是批发诶，迄个一批两批的批哦，迄毋是汉字啊，迄是旧印尼诶话吼，会发迄个变音诶字嘛。不管是对西班牙语传过来台湾话的说文、印尼话来的信啊，或者是日语来的天高日，拢收伫咧台湾外来语这本册。正经诶用诶外来语哦，大部分。是日本人还未来以前是对清国政府哦，对迄个来广东，还是对福建来吼，还是南洋来话，正后来的外来语的发音哦，有英语，有迄个台语，有华语，有日本话，阿桑台语 ，ATM 英语，澳博台语 ，AV 女优英语个到华语。其实2年前，李南雄得到大肠癌，险险啊就爱回去天国。伊讲会出版这本册，是因为受到玉山社总编辑魏淑珍的鼓励。伊怎甲过去踮广告公司、化工厂和报社服务的时，有记落来，也查过书店的外来语，QQ 做伙，用当外的时间整理，一字一字甲拍出来出版。做一个代志做30档哈，迄是真有耐力哈，跟坚持嘛哈，它随时在更新哈，有一寡新的名词、用字哈、用语啊，我刚刚以这种态度，其实还蛮特别的。
李南平老师今年81，虽然身体有艰苦病痛，不过伊讲家在有牵手甲出版社的支持，伊才通专心甲平常时咱南三讲，就是台语的外来话写落来，将伊流传和演变的过程研究出来，互是细对台湾的历史有更加深的了解。记者阿敏珍、谢桂林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对将近300年的地契，来到近来30-50档，戒严时代秘密的资料，种种国家的档案、公文的内容，拢是保存伫咧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内底。尤其搁着爱整理甲复原，才有通互民间，干那伫咧网络点落去就简单看会到。到底档案管理局拢咧无用啥物呢？咱来行一逝，做伙详细看。真细致将文件顶悬的垃圾清好清气，再搁豆豆啊将边的气角补起来，这拢是记录台湾大细事的历史文件。破洞的部分，我们会用杵皮纸，那依照破洞形状的大小去做局部的修补。修补完之后，我们会在后面附上一张脱芯纸，就是脱芯的动作。那脱芯纸脱完之后，我们就会上墙干燥。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内底，上古的文件是1743年的地契资料，尤其除了大家较熟悉的历史文件，其实档案局也阁有侪无共类型的资料。目前收藏的这个国家档案，总共的类别有23类。那类型跟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目前最多的档案量其实是国防及退伍军人事务。好，那其次是像还有，例如说我们的交通跟公共建设，还有像是财政金融等等，都是局里面排行前3名的。国家档案局挖地开放资料的完结，这几年资料数位化嘛是真重要的工程。那档案目前数位化的情形哈，目前大概占局里面将近17%，因为我们的母数很多啊，但是我们每年都持续进行好几百万页的这个档案的数位化。是数位化的部分呢，我们自己也主动把经过去识别化的这些档案的内容，现在有120万页是放在网络上，是免费可以查询跟下载。有公开的资料会当查询，若是牵涉个人隐私的档案，其实嘛会当透过申请流程来调资料。档案局表示，保存记录台湾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开放提供运用，是希望大家更加了解台湾的过去，思考未来的脚步。记者杨淑琴、高宗仁台北报道。讲历史、说历史，来讲二次世界大战迄时，日本军方的玉珍丸运输船，伫咧恒春南边的巴士海峡沉落海，估计有5000名日本官兵的身尸，也待伫咧后壁湖一带。即阵有日本的文书工作者望讲，会当找出这先人的骨骸，运登去安葬。应该可以回去日本了，一起回日本吧。规个海岸线拢无人烟，敢若听到阵阵海风吹来，有民众伫当地用水流茶甲石头搭一间简单的神社，原来是要拜因为疫情期间可能待伫即个所在祖先。日本文书工作者关良子，因为听到日本老兵讲起到二战，感受真深，最近决定向昆管处申请开挖遗骸。战后75年了，都放在那个日本兵的遗骨埋在这边，都放在这边了，就这样子就不应该。想要带他们回日本去。1944年8月，二战期间，日本军舰玉珍丸伫恒春半岛的巴士海峡，去互美军拍沉去，将近5000名为台湾、日本、韩国各国调来士兵，因为安尼死亡。恒春海岸规拢照尸体，日本警察当时下令当地居民集中尸体用臭油烧。1981年，生还士兵中岛秀次，因为无法度袂记得家己同胞，伫鸟片头丢建吊唁时纪念，也成为维族的寄托。但是这段历史一直无得到日本官方的重视。说这个是基于人道，有很好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帮他。那如果被发觉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日本官方会重视，那这个是好事，那也可以促进地方的和平。考量到当地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原则上是希望它采用人工挖掘的一个方式。经过文书工作者连结成等人协助，关良子的计划已经得到昆管处口头同意，手工来挖掘。地点就伫雪山呛出水口东面的海沙坡，但也需要向屏东县政府进行文字审议。除了希望找到遗骸，得到日本政府重视以外，也希望这被袂记的官兵会当落叶归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世界新鲜的消息。
法国南部蔚纳海岸这大地区的美发师，对5年前就开始甲人客加落来的头毛回收，制作出会当挽优待的头毛卷。近来伫咧印度洋的 Mauritius 这国所发生大船漏油意外事故的现场，同款也有用到这款步数，甲海底乌油加起来。伫美容店沙龙，逐工拢有规堆头毛爱清理，真侪业者拢把这寡头毛当作粪扫倒掉。伫法国南部蔚蓝海岸的这位美发师提艾里格拉斯，2015年成立公平美发师这个团体，甲对人客头壳顶修剪落来头毛集中起来，利用头毛的特性做做吸油污的发卷。即卖伊已经拓展成为有3300位成员的环保团体。Alors ça c'est une des qualités du cheveu, il est lipophile, donc il absorbe les hydrocarbures, c'est-à-dire que les hydrocarbures se collent dessus, c'est pour ça qu'on peut les laver. En fait, ça ne rentre pas à l'intérieur. 所回收来头毛，拢送到这个仓库做处理。工作人员把头毛进入去尼龙的尾仔内面，做做规条蓬蓬的发卷。考下来了讲，首先用这种发卷清港口的油，效果袂歹。On s'assure en mettant autour de cette station d'avitaillement ces boudins en flottaison que l'essentiel des gouttes qui tomberont dans le port vont venir se loger à l'intérieur de ses cheveux. Donc c'est de la prévision, de la prévention. 每一条发卷拢会当吸伊本身重量8倍的油，甲组合物的海绵无共，发卷会当洗过了，搁摕来用，总共会当用10遍。格拉斯讲，上早利用人的头毛来清除海边的油的是法国西部布列塔尼的渔民。1978年，阿兹科卡迪之后发生海上漏油事件，渔民就想到进前是着人家己的用头毛吸油的方法。伫最近印度洋的岛国摩里西斯，船弄到大洲漏油的事故现场。渔港人也赶紧自当地美容院收集大量的头毛，各加雕啊做做临时的炸油塑啊。试用成功了，格拉斯计划自今年底开始大规模生产吸油发卷。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德国的柏林这一搭新的飞行机场，因为政治势力介入，工程一再有重大，从头至尾查出55万잔施工的缺失。建设经过13冬，才要伫咧今年10月底开幕。这也通讲是德国有史以来上届失败公共工程。机场内底穿青色甲的民众拖行李伫咧柜台甲大厅行来行去，这是德国柏林布兰登堡机场的演练行程，替10月31日启用来做准备。1990年就开始规划建设的柏林布兰登堡机场，伫2006年正式动工，原本预计伫2012年启用，却因为施工的过程当中一直出现各种状况甲欠点，地属落成启用的日子一直来前，落尾总算确定伫咧10月底正式启用。Wir haben viele Kollegen und Kolleginnen, die voller Ungeduld mir sagen, Mensch, eigentlich könnten wir doch morgen aufmachen. 这个机场原本是按算落成了后，会当取代当地泰戈尔机场、甲舍纳菲尔德机场，提供6万的工作机会。不过伫咧施工的过程当中，所小连续发现像讲电梯的长度唔对、安全系统、排烟通风系统故障、航班显示器烧掉的状况。不过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廉价航空开始流行，机场必须要搁换设计，做出应对的电机区域。包括机场的工程，从细项到电火球啊唔对，上大项到换设计，前后要到55万项欠点，总共拖8年修正施工的问题。từ原本20亿欧元的预算，增加到73亿，才正式完工，所以嘛，去用当作是德国上失败的工程。等待机场完工了后，因为受到安检甲疫情的影响，暂时无法度启用。为了摆好机场的设备久无用，转来出现状况，所以即马逐礼拜2甲拜4会有450个义工到3港试验营运的状况。伫物件甲人事费用之下，逐个月拢爱开100万欧元来维护。Schön geworden, ja. Also moderne, also bis jetzt auch Beschilderung, alles gut da. 柏林布兰登堡机场正式启用了后，预计逐工会当接受10万的游客出入境。不过因为新冠病毒的疫情，机场营运业者认为讲，未来几个月以来，逐工可能敢若需要先再超25000人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因为东北风影响，北部宜兰花莲食风云阁高，可能也会落到短暂的阵雨。中南部天气有较稳定，不过早甲暗会较凉冷，气温普遍是21度到23度。另外，冲锋风台已经往东北边徙行2远去，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风台外围的气流也会造成北部、东部沿海起风影，民众都要较减去海边行踏咧。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金门、马祖、澎湖22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